共同天然气第3接收站开发案环评通过，海巡7600年内俄罗古萨强强为速度破坏。年lang來有近來見到嘅考察專家落嚟調查，提價特別發現嘅包含海氣體、財產都被控散腐、暗沙、海馬亞等珍貴嘅成分。韓國槍木海就有50種案度，生態暗豐富，大家相當上唔到。環保團體喺12月17判內簽署訴諸俄羅古薩嘅法通。未顯示唔放棄任何做體搶救俄羅古薩嘅機會。出生貴順搭落台水路到比利波路，大家喊嚟到熱情。书天书未来10家为了俄罗斯维持地，同时也显示保护俄罗斯的决心不会改变。答案早教我们真的很对不起，是我们努力不够，但是我们要跟答案早教说，我们律师，我们所有的伙伴绝对不会放弃，请答案早教也不要放弃我们。过去40年来，我不管是哪个政党的执政，他们都没有真正看到台湾海洋的珍贵，没有看到台湾海岸的重要性。深奥的这样子的非常荒谬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状态，也让大家看清楚环评制度的问题。我们绝对不要让这样子的方式再继续下去。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的风雨的时刻和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么，这种感动呢，我只能说是我们人民在感动，但是呢，执政当局呢，他们还没有感动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继续努力来感动他们。救桃園！救桃園！有回聽講，係咪就用腳摸的？係咪成天斜對能咁多一些東西嚟啊？桃園早教這一塊是一個世界一個非常值得珍藏的一個地方。那假如從此破壞了，我們也覺得相當的可惜。為我們的早教做一份努力，付出一份。10家行他哋昂沙嘅英國額，拿住片期財產都被控散腐流回慢，也都都係啲睇探俄羅斯期發現到嘅新聞。只有你跪下來，用你的眼睛精細的去看，你才知道這邊的多樣性的之高，他們養育台灣人的時間之久。我去年在發現到財產都被控散腐，我完全是個意外。尋找論講，透過視察嘅經過西邊快速公路，從來唔是做一個兩嘅素材，沙堆堆到眼角，挖到兩位喺沙灘，幫每張發現老鄉嘅全部窮肉。這麼大的生物結構體，在台灣的學界，在過去的40年來，完全沒有詳細的研究，沒有詳細的描述，它卻默默在那邊提供我們過去將近60年來的漁業資源。這樣的那個生態體系你不保護，你將來就是沒有糧食。以後我們就算我們有滿卡車的黃金，可是你們買不到食物來吃。我想這個是我們就是我們政府還有人民要去反省思考的一個地方。就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？俄羅斯係一個不嚴先發現嘅生態內，也係提供被推翻從上5年時間嘅創收。某海專家劉鳳聰也講，全世界某一個素材從兩位按鈕就按到做某海。2年來按到調查咗50兩種嘅某海都要素材。我想一係可能按開翻西海岸某海種類最多嘅素材啦。按全台灣包括蘭嶼綠島。甚至包括南邊的菲律賓，某家30年全世界到處去研究螃蟹，冇安樣的素材咧。雖然某海唔係保住類通文，不過才係重要嘅生態指標。我做這種某海研究都很無奈，因為沒有任何螃蟹是保育類動物，除了椰子蟹之外，所以我即使研究到。在這邊發現再多的螃蟹，
我没办法让政府说这边要保育，因为他说这边你又没有保育类动物。可是我觉得说墨海它是一个指标。俄罗斯透支今年早上2點幾公分，佢為住沙哥落唔係眼光嘅環境，突然回旋出提供了一個最適合俄羅斯生長嘅環境。原来这种壳状珊瑚藻，它夏天的时候呢，它基本上为了避免高热、避免干燥，这些的泥、这些的这个藻类，反而是它一个遮阳、一个避暑一个好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大家刷开了以后，才发现它的这壳状珊瑚藻一直都在，可以超过20%，常年都在的一个部分。所以这是科学上的新发现，也是对藻礁一个新的论述。俄羅斯摸長珊瑚礁眼硬係半年被困累，為柴嗰生就得講係冇可能嘅。因为壳状珊瑚藻它虽然可以造礁，可是它本身是非常脆弱。它一旦被挖开以后，它就变成沙跟藻类是分离的，所以变成它就像烟灰云散一样，整个就变成沙子。佢而家動態叫做按照工業港嘅為題哈，佢會將啲南邊嘅野生動物保護區，然後北邊嘅啲白玉藻礁全部破壞的，所以我講咧係一個破口。你總得半夜樣吼，從一片壁吼，你當當中係講難一個控制後吼，該含白啲只壁一天半個水吼是全部沖退嚟。環保團體希望主管機關就得到提探俄羅斯區或者熱線動物保護區，也係指定做潛艇自然地景，為什麼累及俄羅斯？咁真正自然地景119半年嘅期間，佢總得通講，喺半年過後呢，喺做得人氣100，咁樣是就1年嘅時間嚇。喺含白嚇天然氣是挺辣，天然氣係辣，實在講，呢條藻礁嚇會保護下來。看到俄羅斯生態內涵豐富過後，近來見到學者專家也加緊研究，見研究發現到只要採計很難多，5個人類都很蠻好好研時機，7600人嘅提探俄羅斯，可能就會認為提升天然氣接收站嘅規劃案冇睇，簽署簽署赴俄羅斯，環保團體講，見到5位半個正好就得叫俄羅斯嘅機會。